每一年的9月2日是国际失智日，这天唔但连结世界各国的失智症患者甲家属，共同推广友善失智，更加要唤起世间人对这款病的重视。卫福部的统计，到2022年的年底，全台湾已经有将近32万人得到失智症。啊，讲伫未来的20年内，每一天会有将近48个人得到失智症，每30分钟都会增加一位失智症的患者。面对来到上界界的引发海啸，咱敢准备好啊咧？这回来关心。顾这个真的很辛苦了，没有顾的人不知道了。失智照顾是一条很漫长的路，照顾者倒了，整个家庭都会垮掉，所以我们要向外寻找资源。的长辈能够到据点跟人互动，然后参加很多的活动，这个应该其实是最好的一个预防。我是满白的兴奋心情，快乐的出发来听到响亮的歌声，这是永伯和太太秀琴阿姨逐天的日常。对无？这你好念啊，你足好念的啊。哈，加减念啊。加减啊念啊。就算永伯本领这查无准，本领袂记你台词，不过当关起十足唱一条歌曲，已经让秀琴阿姨真满足。5年前找到荣总的医生，流骨水啦，就抽血都一直检查。才检查出他是如意氏症。唱歌就是福建高龄90岁永伯5年前确诊失智症，不过早就在确诊之前都已经有不好的报头。去新加坡的时候，我们2个人，我说你在这里等，出来后找不到人，他跟别团走了。那时候我们才惊觉到他有一点问题。找到关系，和处理的人吐一口气，不过挑战才打要开始。大阿公真的很辛苦了，没有办法形容，就是要顺着他，他有时候脾气很坏啊，都会有时候会打人啊，有时候什么你吃药没有对药就是这样啊，你都没有办法。我以前60几公斤，现在都50几、20几而已啊。所以有时候都没有办法睡觉。他家好，来出来哦，丢，下过照顾失智患者压力偌大，不是3、2个月起就讲会清。若支撑秀琴阿姨是过去的美好回忆。他管，是当咱新店摕倒来，对吧？哦，对吧？对，转遐。我们2个兴趣一样嘛。去那边都可以去玩了。我们有时候骑摩托车，有时候开车，都去很远，那都行到无路，再搁坐坐回来。我看永伯足多。掀开旧相片，这是永伯和秀琴阿姨小意外婚嫁。你伫倒？无啦，你伫倒啦？食啦。哎呀，有缘投无？有缘投无？对无？有哦。原本经营中药行业因为爱旅游，规去收点片，环游世界。他以前很好，脾气也很好，他都不会骂人，不会，真的很好了，很好的先生，真的。所以我们这样对待他也是值得了。结婚困10天，秀琴阿姨照顾永伯无怨气，只是难免有心做袂到。像下面差不多，这个到个3、4，这报道的无塞无了，40几年前，这报道呢，爱透个，后来都无塞无了，比较后来没有，放无塞，放无了。阿妈，你抖音你袂介拍？你袂使安尼讲。到亲像是中福建讲一句话，无停落来看，嘛个人当有耐心，好好讲。这真的是要像小孩子，要这样对待他啊！你跟他生气，你没有办法，你讨打，你不要，你若生气，你是
给港后呀，顾这个真的很辛苦了，没有顾的人不知道，对不对？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顾的人，大家都一起哭，你压力这真的压力很重，压力足重的，你有刚刚自己讲了，自己刚刚讲很伤心，不知道怎么形容。到了，哇！你看，哦，打球的，打球的，到了，较紧来这样倒啊！看信昌大兄来到球场，这就讲是固定练球的日子。阿秋你好，好，金明坏，嘿，对，嘿。让信昌兄的球友已经在球场边长等，准备该比一场战。好球，再来，是呀。再来，打得很好哎！以他现在这种状况，打得上非常好。原来他那个吊高球也不好接，那个球吊那么高，你要第一个时间去压他，你就要算得很准。我知道他大概有一点没像正常人打那么快。可是我不知道他有这种情况。刚开始互相交流拍球技术，球友拢无知觉，信昌大兄是少年型实力患者。他体力特好的，你可以跟他打一个下午都没问题，要看我们有没有那个体力。一回合拍2-3点钟不是问题，甚至进前参加比赛，可以当得到冠军。109年的时候得冠军，那打球的球伴呢，他是用抽签的，对方大哥也不晓得阿昌有症状，他们2个就很奇迹的就打赢了。摕到桌球比赛冠军的迄一年，信昌大兄已经较真实力18年，伊的太太李芬姊总是坚持体能训练，袂当断挑。是的，对，对，好，这因的哦，这迄个大哥诶，对，咱的球伫遐，咱的球伫遮。不过距离退化是上残酷的课题，常常袂记哩比赛规则，嘛袂记哩上爱亲人。来一个，好，这个，买，这个是吗？好，还是要这个？这一串，你们给老板谢谢，给老板谢谢，好，贺来，好，谢谢阿来。家咧卖3块的，加麦当劳，赶快过马路哦。对，好，过马路了，好，然后再走这边，加好，这我关起来，哈。来，咱的鞋啊来脱起来，鞋子脱掉。当然到较无10平大的套房内底，这是翁仔某2人台北大所在。我们来台北的中途也有回屏东，也有搬回屏东，就觉得说在屏东资源少，那个据点少，也没有什么医师出来讲座啦什么啦，所以我们又搬到台北来。原本住在屏东的县，决定放弃透天厝，上北走找更加好的资源和协助。现在刚要遇到有比较困难的，有比较累的，就是他晚上会起来4、5次尿尿，我都跟着上来。这一小段的距离而已，他也不晓得厕所在哪里。几次也是听到水的声音才醒过来，原来他在浴室里面玩水，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很辛苦，这个叫做辛苦。敢若亲身体会，才会当了解，迈克更侪照顾资源，接调节脆弱的家庭。这是专门服务视力患者的服务站，或者带去是专业的职能治疗师。好，我们数到10，1、2、
3、4、5。像我们作为医疗专业的话，像我们职能治疗就是对活动分析、活动分级，然后失智症，然后疾病本身，然后一定是会有更多的认识。阿秋爱提无？来，求好你。阿秋。其实有一些长辈也跟我们反映过，在来之前，他们可能一开始是在各不同的那种手作课啊，或者是一般的常青活动，常青中心参加活动，但是因为团体的老师不理解失智症的关系，所以可能活动带的速度太快，或者是相对要求太高，或者是他们给的指导语其实长辈是太复杂的，长辈听不懂，然后容易让长辈跟家属都有挫折，然后老师也有点挫折。招来招去。东诶，帮我夹起来好不好？你看倒位夹起来。专门的课程设计，让失智时大人会当对着脚步，伫咧遮会当听到欢喜笑声，边个家属会当让心情放轻松。职能治疗师都教得很活泼，坐轮椅的还可以动，所以再远我们也会过去，不好找啊。只不过服务站伫咧台北市士林区，用北爱位大东区前往，那现场大兄买位新北市永和，车搬摇摇，才能到服务站上课。如果我们的家属要带失智者去失智据点，好，它其实是会非常的遥远，好，并不是这么的可近性，好，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也蛮呼吁政府是不是可以将这种具备比较有专业度的失智据点数量上可以再增加。目前全台的失智据点呢，大约是有500多个，预计到了2025年将会提升到545个，也就是失智症政策领纲2.0所设立的目标。不过台湾呢，失智症的人口逐年增加，到了2022年底已经突破了3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37%。这样的据点数量真的足够吗？除了数量不够，失智服务站佮面对其他难题，经营成本、专业素质要求高，甲政府申请补助标准更较悬。不过回到国内现主时当值的服务站，嘛无定定符合失智时大人的需求。他们就比较没有特别去要求一定要用认知促进的这个方案。另外就是说，他们不一定有这个具有训练资格的专业人员来带领。我们大概没有办法让失智据点像巷弄站这样一下子成长到4000，这是不太可能的。我们未来的失智据点，因为它的工作人员的专业性高，所以我们让失智据点尽量去服务这些确诊失智症者，疑似的就让他挪到一般的巷弄站，伴随 BPSD 的这种问题的，就尽量留在这个我们的失智据点。我们有一个补登计划，透过民众回诊的时候，把这个资料让共照中心这边能够掌握，然后帮忙把这样的一个个案给 hold 住，更精准地掌握到底我们的失智症分散在哪些区域。平均一个失智症患者，就是他的期程大概是8到10年。那我们一直在推广，就是说，希望他在极轻度、轻度这个时间可以维持得很长，那让他在未来卧床的时间可以就是缩短，那减少就是照顾者的一些就是照顾负荷的部分。我们的长辈能够到据点跟人互动，然后参加很多的活动，这个应该其实是最好的一个预防跟延缓我们的失智的一个方法了。抢球基地，真侪家庭就亲像当地喊时间走比比赛。他很高兴，我就很高兴了。我没有什么奢求啊，只是希望他很好。失智照顾是一条很漫长的路，照顾者倒了，整个家庭都会垮掉，所以我们要向外寻找资源。会出更加侪社会主权，减轻照护者负担，凡事都会当陪伴因行更加远。